小紅而家喺彩怡花園等巴士，等咗一陣間就有架城巴嘅101駛埋站啦。我而家就準備上車前往堅尼地城。今日係2025年9月25日，仲有最後3日，舊堅尼地城巴士總站就要關閉啦。新嘅巴士總站就會遷移到域多利亞公眾殮房旁邊嘅西寧街巴士總站。話咁快，我搭嘅呢架101已經過咗尾二站交惠民道，而家準備右轉入西寧街。現場已經擺咗指示牌啦，3日後就要喺呢一度右轉入去新嘅巴士總站。趁仲有時間，把握呢個最後機會去拍攝堅尼地城舊巴士總站。而家我哋嘅巴士就駛入101嘅車坑啦，我都準備要落車啦。其實真係好耐冇嚟過堅尼地城啦，對上一次嚟呢一度就係因為要做101。因為以前796C 有個字軌咧係要攝一轉101嘅，不過已經係新巴城巴專營權合併之前嘅事啦。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堅尼地城舊巴士總站嘅些少背景啦。呢個總站係1968年啟用，去到而家2025年係已經用咗57年嘅時間啦。其實早喺2年前，政府已經就住西寧街同埋域多利道交界嘅住宅地皮進行招標。巴士總站呢一個範圍咧都係其中之一，因為呢一塊土地都要收翻嚟重建成為住宅項目啊。咁巴士總站就只好遷移去到域多利亞殮房隔離嘅臨時巴士總站。第時呢一度住宅起好咗之後咧，就會重置翻一個新嘅巴士總站啦。而家身處喺西寧街，現場所見咧都有一啲車輛泊喺路邊嘅，包括巴士都係啦。因為我相信巴士總站嘅範圍係唔足以應付咁多車泊喺度嘅。而家就見到呢一格啦，552泊咗喺路邊嗰度等待開出。總站對出嘅呢條西寧街咧，其實都有唔少車喺度出出入入噶，所以揸車經過呢一度咧都要特別小心。轉個頭有一架城巴嘅12.8米 MMC 行走104路線，而家準備駛入堅尼地城巴士總站。後面尾隨有一架 Enviro 500行走10號線嘅，都返緊總站。有一架10號巴士開出前往北角碼頭啦。經過呢一度咧，因為兩邊都泊滿車，真係要好小心啊！如果對面有車，大家都要走一走啦。大家應該都會睇到啦。喺駛入舊巴士總站之前呢，啱啱呢兩架巴士都係唔夠位轉嘅，需要越過對面嘅行車線先可以成功轉完呢一個左彎駛入巴士總站。所以如果兩邊都有大車咧對頭，係其中一邊一定要停車讓一讓。又有巴士喺總站開出啦。頭先鏟咗上駁喺對面行車線嘅呢一架 Enviro 500，車隊編號532，正在行走101線前往觀塘裕民坊。相隔冇幾耐，又有一架巴士開出啦。而家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喺招商局第2貨倉下低咧，泊咗更加多嘅車喺度啊！而家喺我眼前見到嘅建築物，就係我頭先提及嘅域多利亞公眾殮房。至於新嘅臨時巴士總站咧，就喺呢一個殮房隔離啦，俾大家睇一睇先。由於呢個新嘅臨時巴士總站係3日後先正式啟用，而家仍然係屬於地盤範圍，所以不得內進，只可以出面嗰度而家影個環境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個新嘅臨時巴士總站比舊巴士總站細，中間呢個我相信係站長室同埋休息室，另一邊就係西寧街臨時公廁。新巴士站出面已經擺咗一塊指示牌啦，往101、101X、104號巴士站。至於馬路嘅另一邊呢，同樣都係擺咗一塊指示牌喺度。又有巴士駛嚟總站啦，所以我話西寧街呢一度呢，其實車流量唔算少噶。再有一架全車身廣告嘅12.8米 MMC 駛入舊總站，佢喺轉彎之前呢，就停一停車，因為有一架私家車對頭啊。好明顯可以睇到啦，巴士要轉呢一個彎呢，係需要越過對面行車線嘅。雖然今日天氣唔係咁好啦，依然有落住雨，但係小紅都繼續要堅持拍攝，因為有一啲地方仲未影俾大家睇嘅。好啦，而家就帶大家翻嚟巴士總站嘅後面。
呢個圍欄上面釘咗一塊鐵牌，地圖上面顯示巴士總站嘅範圍。鐵絲網裏面呢個範圍咧，原本就係東華鬥谷嘅拱門同埋電機石，但係因為遲咗過嚟，所以就影唔到啦。公廁出面釘咗一塊同頭先一模一樣嘅鐵牌。呢個巴士總站都有唔同嘅路線喺度做總站嘅，包括101、101叉、104，仲有10號、5B、5叉、N8叉。月台 D 嘅設計比較特別，因為平時我哋見嘅巴士站咧都係設置於左手邊，但係呢一塊牌係設置喺右手邊，所以乘客上車咧就需要橫跨馬路先可以登上巴士。呢個石屎崗亭係必須要介紹同埋影低嘅，係呢個總站嘅一大特色啦。因為自從新巴成立之後咧，呢一個崗亭就披上咗波浪紋色彩，隨住總站關閉都會隨之消失。至於掛喺站長室出面嘅路線燈箱，係用嚟通知車長同埋乘客幾時有車開出，係人手操作開燈熄燈嘅。今日喺呢個總站都見到有唔少嘅全車新廣告巴士啊！而家開出嘅呢一架係101號線啊，車隊編號6176，佢嘅目的地係觀塘裕民坊。師兄而家就轉右出站啦。可以睇到啦，真係要好小心啊！因為旁邊又泊咗一架巴士喺度，眼前暫時冇晒新巴色彩嘅巴士，小紅只好喺度等一等啦。轉個頭又有新巴色彩嘅巴士返嚟啦，今次係104號線，車隊編號5733嘅12米 MMC 巴士。呢個總站如果有比較多車泊喺度呢，有啲巴士就需要鏟上石壆啦。啱啱有一架車上咗壆之後呢，又再有第二架。而家喺我眼前有唔同顏色嘅城巴泊咗喺度，同埋101都轉咗做九巴時段啦。至於8400依然停泊喺度未開車。頭先小紅啱啱嚟到堅尼地城嗰陣呢，因為101同埋104都係開緊城巴時段嘅車啊，所以以下落嚟嘅時間就希望可以影翻多少少九巴嘅車啦。眼前又有一架九巴嘅101翻緊堅尼地城舊總站。係歐盟5型嘅富豪 B9TL， 104又有車返嚟啦，不過仲係城巴時段，小紅就決定等多一陣間啦，因為想影下九巴嘅104。過咗冇幾耐，有一架全車新廣告嘅九巴104返嚟，車身披上 Adidas、利物浦同埋渣打嘅 crossover 廣告啊。再有九巴嘅車返總站啊，都係101。因為101嘅班次就比104頻密嘅，而家企返過嚟域多利亞公眾殮房旁邊呢一度拍攝，可以見到路邊呢泊咗更加多嘅車喺度啊，所以巴士出站呢都必須要抽出去對面線啊。小紅而家就企返喺月台 D 呢度等車，當有巴士嚟到呢，咁就要橫跨馬路出去上車啦。小紅呢條影片記錄咗呢個有57年歷史嘅堅尼地城舊巴士總站，呢個總站好快就要同大家講再見啦，因為佢喺2025年9月28日就要正式關閉，而新嘅臨時巴士總站呢就會遷移到對面馬路。大家對於呢個堅尼地城舊巴士總站有啲咩感想同埋睇法呢？呢個總站又會唔會帶到一啲回憶俾大家呢？歡迎大家喺下低嗰度留言話俾我知。同埋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我係小紅車長，我嘅頻道係小紅影視。下次有新片再同大家見面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